信佛嘅朋友呢，好多人都知道六祖慧能禪宗嘅祖師爺係邊個？唔係每一個人都答得出，佢就係前請到辦公室嘅達摩。達摩嘅古仔，你又知道幾多？今日呢，就想同大家講講關於祖師爺嘅一啲古仔，同埋佛教點樣慢慢進入平常百姓家。達摩祖師爺呢，佢係出世喺印度，咁佢嚟中國嘅第一站就係廣州啦。之後呢，佢再北上去咗南京去見梁武帝，但係因為話不投契，後來輾轉就去咗少林寺。相傳呢，佢嘅身影呢已經印入咗石壁。斷臂立雪嘅講法就係禪宗第二代慧可，當時呢斷臂求法，得到達摩傳心印俾佢，成為第二代禪宗。最後單傳到第六代慧仁，達摩、慧可、僧璨、道信、弘忍、慧能都係六代單傳，最終成為中國佛教嘅主流。每次我哋做佛功嘅時候，都會心懷敬畏。佛功嘅神態形象同佛教嘅成個傳播同埋價值觀咧係息息相關嘅。慈悲為懷、樂善好施，呢啲一直係佛教嘅理念。以前做嘅佛功，佢嘅頭像咧會更加之突出，凸顯佢嘅笑面、肚嘅厚度，以及佢嘅成個肉質嘅細膩同埋線條，亦都係越來越受到大家重視。前呢邊做嘅佛功咧都係簡單嘅一刀切，同埋個料做到好厚，好似呢個佛功我哋就做到好圓潤飽滿。呢個係遺孀嘅一個設計，令到光感入咗去嘅時候呢，佢就更有立體感。越來越多追求精緻，年輕嘅朋友都唔再追求嗰啲大個嘅佛功啦，更中意嘅係一啲小而美嘅。喺用料上面呢，好冰潤、好幼潔，光感好好，戴上身呢就好精緻同埋立體嘅。好似呢一款咁樣，肚裏邊嘅顏色係呈綠底，已經係好冰情綠嘅，再加上佛功嘅形象，呢個顏色嘅過渡呢，就令到佢好舒適。佛功唔單止可以護佑我哋，仲可以令到我哋有滿滿嘅珠寶感同埋精緻感。每個人嘅審美不斷進步，我哋做翡翠嘅只能夠與時俱進，做到更啱大家嘅貨型。就好似佛教傳入中國，只有走入尋常百姓家，先可以經得起歲月嘅洗禮。關於達摩祖師爺嘅古仔呢，就講到呢度。我相信唔少朋友呢都對佛教呢係有研究嘅，不妨喺評論區呢多啲同錢錢交流一下。關注錢錢，請翡翠唔踩坑。